吳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5D 班吳太航，我係5D 班江奕婷。大家新年好！琴日係2026年1月1日，即係元旦嘅大日子。元旦係我哋嘅傳統節日，標誌着新嘅一年開始。它不僅係歡慶嘅時刻，更係回顧過去、展望未來嘅機會。元旦喺現代通常指新曆嘅1月1日，係世界許多國家嘅新年。元即係開始嘅意思，凡數目嘅開始，第一就叫做元。旦即是日太陽嘅意思，元旦即初始之日，就係每年嘅首月首日。1月1日代表新嘅開始。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新曆1月1日為元旦，並將舊曆即農曆正月1日定為春節。元旦不僅係時間轉折點，還象徵一元復始、萬象更新。人哋喺呢日回顧過去，展望未來，家庭團聚，互相祝福。現在更融入現代元素嘅跨年倒數活動，強化民族凝聚力。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，一生之計在於勤。喺呢度祝福大家勤力學習，新年進步，身體健康。多謝大家。